有故事的聲音 Show Podcast。你有冇覺得今日嘅教會生活好似變咗質啊？手機咁方便，隨時返聚會都得啦。教會主日點解一定要返實體崇拜啊？一個人返3間教會，崇拜返一間，團契小組返一間，主日學又去另一間。牧師，你點睇啊？返教會好似返咗另一份工咁，超多侍奉，咁我仲算唔算係返教會？教會生活今日對你同我有幾重要呢？透過唔同嘅聚會節期，讓我哋再次思考返教會嘅個中意義。荊徒逆境追光者之似模似樣返教會。信徒之間點樣建立似模似樣嘅關係，其實係充滿迷思嘅。教會常講，肢體間要彼此相愛，呢個係不容質疑嘅真理教導。但係你內心難道唔會問，點解要愛？點樣去愛咩？合乎聖經真理嘅相愛原則，究竟係點嘅呢？荊徒準備同你探討實踐相愛相交嘅基礎係乜嘢？若是能行，就與眾人和睦。呢一集節目，荊徒準備探討似模似樣嘅肢體關係，一個比較少談論嘅問題。每位逆境追光者都知道，相信亦都會認同，要建立和諧美好嘅關係。過去3集，荊徒亦都一直強調呢個係天父嘅心意，但係返到實際嘅處境，又確實有一個我哋都難以啟齒嘅情況會出現，就係你總可能會遇到某一啲人，甚至信徒，你係冇辦法同佢建立起和好關係嘅。荊徒就遇過咁樣嘅人物。荊徒10幾歲就開始參加教會嘅少年團契，當時嘅團契都係年紀相若嘅少年人喺埋一齊。基本上大家相處都非常融洽，但係其中有一位弟兄，佢同荊徒仲喺同一間中學讀書，算係同級唔同班嘅同學。呢個弟兄同其他團友嘅關係都好正常，但係對荊徒嘅態度卻係出奇嘅冷漠，間中仲會同荊徒講1、2句唔係幾禮貌嘅話。當時荊徒會諗，係唔係自己年少輕狂得罪咗佢呢？但係少年人總係冇乜嗰啲正面處理關係嘅能力嘅。呢一種關係維持咗10幾年之後，喺一次夏令會嘅晚間分享會，呢位弟兄居然公開向荊徒表達，佢話一直以嚟我都唔喜歡你。其實係冇乜嘢原因嘅，只係你第一次返到教會，我就已經唔中意你啦。呢一次公開放話，到今日已經超過30年啦，大家嘅人生都有咗翻天覆地嘅改變。荊徒亦都將近20年冇同呢一個弟兄接觸，只係偶然從其他肢體聽到佢嘅近況。不過對於同呢一個弟兄嘅關係，荊徒亦都感到坦然，因為知道冇可能令所有人喜歡自己，只要自己冇虧負佢，就唔必要追求更深入嘅交往。你遇到過類似嘅肢體、類似嘅經歷嗎？
一直以嚟提到似模似樣嘅肢體關係，必定要強調解決衝突、化解矛盾、相親相敬、和諧合一。當然呢個係絕對合乎真理嘅教導。使徒保羅寫信俾羅馬教會嘅時候，喺羅馬書第12章9到12節提到信徒相交嘅部分，亦都係咁樣強調嘅。而經圖認為呢一段教導最特別嘅，亦都係最貼地嘅一句係12章18節，保羅提若是能行，就要盡力與眾人和睦。保羅仍然堅持盡力與眾人和睦，就係竭盡所能同肢體建立和諧美好嘅關係。不過佢補上一句，若是能行，可見保羅都知道呢一種努力有時係冇果效，係做唔到嘅，因為關係係雙方面嘅事，唔係個人可以完全掌握，亦都唔能夠勉強嘅。因主耶穌喺呢一方面亦都留低咗榜樣。耶穌肯定係樂意與眾人建立美好關係嘅，佢嘅教導亦都係咁樣。但係佢並冇盲目咁追求同嗰一群假冒為善嘅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和睦相處。當耶穌吩咐門徒2個人一組出外佈道嘅時候，提醒門徒每到一個地方就住喺接待人嘅家中，但係對於唔接待佢哋嘅城或者係家庭，就出門將塵土躲下去。呢個行動表示同呢個城呢個家再冇關係。原來喺古代社會並冇酒店旅館，接待遠嚟嘅客人係城鎮鄉村居民約定俗成嘅責任。唔接待門徒，其實表示輕看、拒絕，甚至唔禮貌咁對待佢哋。因此，門徒就可以斷絕同佢哋嘅交往。請你唔好誤會經圖嘅意思，聖經絕對唔係話逆境追光者可以隨便就同人劃清界線，或者係任由關係疏離破裂。聖經強調嘅係，若是能行，就應該努力與眾人和睦，表示係已經盡上咗當盡嘅努力。睇下羅馬書12章呢一段論述啦。保羅寫呢一句話嘅上文下理，表明已經盡力去建立肢體相交相愛嘅關係，但係仍然達唔到和睦相處嘅目標。咁我哋亦都唔需要為此過分自責、過分虛耗心力，喺父面前問心無愧，就要接納現狀，唔需要再為此徒費心力、徒添困擾啦。建立似模似樣嘅肢體關係，其實有好多心思學習嘅地方。你願意同經圖一齊祈禱，同心祈求聖靈嘅引導同埋幫助嗎？大能慈愛嘅天父啊，因為你先愛我哋先至可以學會彼此相愛。我哋知道活出肢體相愛相交嘅見證，仲有好多要學習嘅地方。求主差派聖善嘅靈引導我哋，學會喺愛中彼此建立，
又將肢體嘅關係建立得合乎中道。禱告奉我主基督耶穌嘅名求，阿門。對逆境追光者嚟講，教會生活係靈命長進重要嘅一環，還是連本質都變咗，我哋仍然唔察覺呢？荊徒同你喺時代不斷變遷嘅洪流下，再思教會係乜嘢，揾返教會真正嘅意義。